哪个是违法，哪个是不违法？你说是境外网站是吧？对。你是哪儿的警察？我是网络安全的警察。你是中国警察是吧？对呀。你还管境外了啊？那不行呀。啊？你发了。 违反相关法律不是拿出来，拿出来帖子。对，您就是说，我现在不清楚。我能给你拿出来。帖子，对，哪个是违法？您现在说。等我拿帖子的时候，我过来教你。你现在就说。现在我是来警告你，再不要发了。我怎么？那你也不说我哪个是违法？我说发了很多帖子。你发了很多帖子，其中有违法的，你自己知道。我不知道。你要这种问我，你拿出来。你拿出来。我拿了帖子跟你对峙的时候，你现在拿出来。你现在拿出来。走，就是。你现在拿出来，知道吗？不是，咱们中国吧。 不要老这样的，这又网络给开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还是警察呢，还上门吓唬人来了，你还挺有意思啊你。不是，咱们我觉得都是现在都是依法治国了。把这个狗先拉走了。拉走了。哎呦，这个字拉走下狗，往这一块狗了呢啊！啊，这先生。你咋不拉走呢？啊，别拉走了，对不对？你这就往前了。